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10月初2。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6篇，约伯记第7章第1节到21节，路加福音第16章14节到18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看见。咱要过一摆来强调。圣经有真侪的记载经文，拢是上顶的语言，所以咱必须爱先去了解伊背后的意义。特别咱需要倒转去伫原始经文的处境去了解，然后咱才会通运用伫到现今的即个状况。好，那亲像昨10月初1新安讲读经的进度。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到18节的经文，咧讲到保罗互哥林多的这个提醒，讲毋通单讲一个骹车信甲无信的人过去有真侪人看到这段的经文，直接就甲套伫迄个婚姻顶悬。所以就讲基督徒袂当甲非基督徒结婚啦其实基本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运用，会当安尼用，但是毋是正确原来的意思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伫教会内底真侪的基督徒，因同工因参杂真侪当初时民间宗教的思想甲做法。混乱教会的工作，哥林多教会哥林多这个城市会通讲是罗马帝国上大的城市之一，也是最腐败的城市之一。当地的教会出现大量严重的问题，比如讲冤家啦、分党啦、误解圣餐的意义啦礼拜的次序的混乱啦，充满这个异端这个邪说啦道德嘛真极端的败坏，甚至极端无健康的这种禁欲的主义嘛困扰哥林多教会济保罗所讲的信甲无信，袂当同担一个骹车，也是针对这种教会行政关系，无论无共大小、无共款的力量的两只牛，要怎样会当来拖共一只车来犁田呢？大概是安尼概念啦之前甲咱分享过，耶稣基督的教导中间有真侪的上定语言，亲像咱前几工有讲到你若犯罪，就切断家己的骹手啦也是讲，互一个人沉沦不如将伊塞入去迄个深水内底，搁爱阿妈滚加一个石帽啦这种是上顶的语言，所要讲的是有另外一层的意思。伫今仔日的经文咧讲到，讲你若看到一个妇人人你就是心内动即个歹念头，就是犯奸淫这嘛是一个譬如式的教导。耶稣要表明的是，当你凊凊彩彩动着迄个歹念头，你的心内就有迄个罪性，所以你一看到你就犯罪是安尼譬如啦。当然毋是因为看就犯罪，但是迄个罪性却是对伫看，然后对心来生出来，所以看就犯罪，就会动着即个歹念头。咱讲罪是对心来生，所以咱爱真细致咱的心。法利赛人的眼中看袂到上帝，因是贪财的，看见耶稣基督的教示，因却是来踢笑耶稣。台语的圣经翻译讲法利赛人是贪财的，中文现代译本讲因是爱钱的法利赛人因是爱钱的法利赛人因的心中所看到是啥物？毋是上帝国，毋是耶稣基督的拯救啦拢毋是伫昨的即个新闻的内底
报着一个理财的专家，伊用10几档侵占人客的钱3亿外的即个金额咱会当来想象看觅就是讲即个人呢，伊若看到人客，伊的心内咧想啥？伊绝对毋是咧想讲我要安怎帮衬人客啦，安怎？伊看到人客，就想着讲伊会当来安怎刷因的钱啦，刷偌济所以重点毋是要服务，是要来偷摕。约伯伊受到撒旦的试探，就是看到伊如果若无上帝的保守，生活拄着困难，伊敢是抑久会使去看到上帝呢？伊的信心是因为看到祝福才有诶，或者是因为伫伊的生命中间真真正正看到上帝，所以伊来成做一个义人呢？当然，伫初拄着即个苦难的时阵，咱会当看到约伯伊丧失信心。前几工咱嘛分享着伊甲朋友的对话中间，伊展现出即种求死的心志。因为伊看袂到未来，伊所看到拢是苦难、失望。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咱嘛看到即种看袂到愿望的约伯。伊去讲人伫世上好若亲像皮皮来做兵一般，一日拢陪着重担的生活，亲像落咧较无阴凉的所在。亲像故工咧等待工资，我注定要过困苦的日子，暝拢有悲哀忧愁。我倒咧黑暗就满我，反复袂当来困只有仰望天光。我一规身躯拢全虫，拢生癬，我的皮肤烂甲破空。我日子比即个扫搁较紧，我伫无梦的中间，即个时间就飞去啊！上帝求你记得，我的性命只有一口气，我无搁有幸福的日子。你现在看会到我，但将来无搁看见。如果你要找我，我已经无伫咧啊！亲像云消散，人死无搁再倒转。我无搁再倒转来伫厝呢，互入捌伊的人来袂记住我。所以咱看觅就是讲，咱到底要看到啥？咱亲像约伯的头前看见祝福，才相信上帝吗？或者是讲看到苦难就绝望，亲像约伯同款呢？还是咱看见利益较重，亲像法利赛人呢？伫希伯来书11章第1节，甲咱讲信心是啥？伊讲信就是所仰望的事的实在，是还未看见代志的确信。咱看见生命会必须爱活出即种的画面来见证咱的信心。若无，咱就真有可能亲像约伯同款，前半生会变做安尼。袂堪得拄着艰难咱必须爱伫生活中间来操练咱家己的信心，互咱会晓坚定来相信，搁来爱学习来活出有见证的生命，证明咱是迄种看到救恩、看到上帝，毋是先看到福运所以咱需要来努力咱搁一摆用诗篇26篇来成做咱的祈祷。讲耶和华，求你甲我判断，因为我有照我的顺传来行。我靠耶和华，无摇拽。耶和华，求你监察我，试验我，锻炼我的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常伫我的目睭前。我也有照你的真理行，我袂捌甲讲白贼的人相合坐，也无甲假造的人做阵。我怨恨歹人的话，
无要甲恶毒诶人同齐。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我会无罪，才来设你诶祭坛，通互人听见感谢诶声，搁通讲起你一切奇妙所做。耶和华，我疼惜你所踮诶厝，甲你诶阳光所伫立诶所在，毋通将我诶灵魂甲罪人做一个收拾去。毋通将我诶活命甲杀人诶做一个收拾去。因诶手中有奸恶，因诶正手满满诶暴露。轮到我，我要照我诶顺传来行。求你救赎我，求你怜悯我。我诶脚伫边塔诶所在，伫会中我要学乐耶和华。